就是基隆港講有毒氣外泄。透早5點外，巡邏人員發現 C20碼頭的危險貨櫃區有化學造的氣體當咧外泄，因為這個氣體是有毒的氯磺酸，馬上啟動着應變的機制，封鎖現場，管制人車出入，碼頭嘛全面來停工。行政院毒災中心甲貨櫃公司攏緊急趕到現場處理，加在無人受傷。今仔日早起5點半，基隆港碼頭危險貨櫃區內底一卡貨櫃一直咧清煙，遠遠看過白煙是一直清。港警隊接到通報，唔敢代誌，隨趕到現場，當時請行政院毒災應變中心來處理。專業警官裝備齊全，準備要進入現場進一步勘查。考慮到安全，需求封鎖線，同時嚴格管制人甲車的出入。放田桶就是擋住我們車就不能進。等它好，而且搞不好等它處理完，看它幾點也要。大概快4個小時了，到現在啊。對。過來台貨車被管制，甲來當排隊等佇外口，駕駛真無奈，時間互拖着。根據了解，漏泄的貨櫃內底是氯磺酸，因為有腐蝕性、藥氣特性。若無細緻輸掉，可能會燙到目睭、鼻仔甲呼吸道，甚至會大心潰。第一時間由中國貨櫃公司將漏泄的貨櫃刷到空塊所在，加在現場無人掉佇內底，也是傷亡。它是會有跟水反應，是鹽酸而已啦。哦，不會爆炸啦。一般來講，它如果說單純只冒煙的話，它一般會是在排氣孔的位置。漏的話，它煙不會那麼小，上面有個閥微漏。它微漏，它才會冒煙出來。都化物漏泄，未使代誌。港區隨啟動應變機制，也成功避免災情擴大。公司也派人到現場進行後續的處理，配合執行後續應變甲清理的作業。若詳細漏泄原因，愛閣等相關單位進一步調查。